桃园市的桃园区中正路外立行路口，今仔透早涂骹出现一个坑，佮庆恩，记者是随到现场去处理，因为伫上班时间嘛造成附近大塞车。监视器清楚翕车路破一个坑，佮清楚存出来白烟，毋过无看到有火。代志就发生在桃园区中正路接近立行路口，侧边透早地面出现差不多90公分宽、深度140公分的洞，佮清楚大量白烟。有民众烦恼低温地下施工会影响主体安全。从他们捷运地底下施工后，就会时常会听到有点像地鸣的声音，然后也会有震动，造成很多民众交通上有一些不便利还有会担心这个捷运的安全。其实桃园捷运工地周边出现天坑也并非第一次，早在2023年12月就曾经出现过天坑，当时连夜灌浆抢修。现场透早就灌浆补坑，但南马孔定期了后，车路恢复通行。议员表示，经过查询，确认影片当中涂骹喷出的烟雾是这份工程局施工时暂顿机高温造成的。目前天气等回冷，认为可能跟这份工地施工无细致有关系。道路呢，我们已经初步的做一个填平的动作了，那已经将坑洞填平至地表。那这个至于原因的部分呢，必须要在更多的时间来了解。针对施工无细致的质疑，谢强强回应，这份崩坑伫下骹8公尺来施工，地表启动干呢深1.4公尺，发生原因较亲像一般地下千层管线破损造成，初步排除是浅吨施工地数，详细原因要等交通恢复了后详细查明。公司新闻采访报道。